哪都谈恋爱了？叫你啊！对，叫小宁。往右边拍一点，会拍得更美。忘记了你的好，粉红色玫瑰的烟啊，慢慢的掉落，白驹过隙的流水。今天的照片发我。因为我看见过你眼里有光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我希望那道光不要消失。我要的是晚霞。对不起，老板，发错了。你去哪里了？是雨是雾还是泪？拼命想要逃离的夏天。张小宁啊，你微醺过头了吧？顾董早，文件放在你桌上了。好，这花是谁送的？很漂亮。我自己买的。你买的？他怎么还买花了？是要送给什么重要客户吗？如果还需要，我可以再去挑一些的。不是，我买给自己的。哦，江小宁来了吗？来了。让他去我办公室一下。老板早，您找我啊？帮我把花修一下，放花瓶里。好的，马上。老板，你为什么突然要摆花了？既然我改变不了生活，那我就想办法让现有的日子变得开心一点。您取笑我？去个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买一束吧。啊？很为难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。顾总给大家买的花，喜欢哪一朵自己挑吧。我要这一朵。来嘛，大家挑一下。真的是顾总买给大家的。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突然送大家花了？哪都谈恋爱了？叫你啊！对，叫小宁。一切皆有可能。大家工作都做完了，很闲是吗？